何解這節日還是做盡亦無懲罰？誰的惡作劇無聊無情如此決斷？多麼傷心你氣，不捨得追究你，始終准許你設計無字殘酷遊戲。誰念都不要，哪怕每秒被你視作玩笑，我很愛也我不覺得困擾。對你唇吻到停不了，人世享苦中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，至少你當天只覺得仍算美妙，當快被說笑。而我想通了，哪怕沒了被你視作玩笑，我只看到我這個寫劇本需要，必須被吃掉。難過的一世，卻有着你令我又喊又笑，每天也當你的祭品也不緊要。人千位多少，才有這資格來纏繞，人家失多少？